所以那今天大家纪念，大家要来孝亲报恩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学习佛法，很精进，晓得吗？因为唯有佛法，才有法度互咱的父母众生究竟离苦。你互伊搁较侪钱，搁较侪厝，当然这是慈悲，先让他得到暂时的安乐。但是究竟的目的，就是要互伊脱离生死轮回啊！你若无脱离生死轮回，生命永远是痛苦。所以来，小等爱麻烦各位哦，小等一人去点一支香去招请，好唔好啊？招请宿世甲咱有的父母啊，乃至一切众生拢是咱的父母。那希望今天的法会啊，招请伊。希望因能有法度得到离苦得乐。等一下，各位去招请一下，顺便休息。然后我们要做佛前供养，你们参加不参加都没关系。那供养完，各位就可以去用斋了，好不好啊？今日中岛隆中甲兵啊，来观众啊，有很多菩萨在那边，大家法会他们为我们忙，来为他们鼓掌一下。好。那大家麻烦义工菩萨啊，各位呢，今日所做的，拢为了宿世父母，替他们点灯，替他们绕塔，替他们转经轮啊，那些呢替父母的食饭赶快，我们才有体力来超度他。好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谢谢各位。山寺入目中，男人无量苦，一念苍生情，世世永不离。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，唵嘛呢叭咪吽。山寺入目中，男人无量苦，一念长生情，世世永不离。唵嘛呢叭咪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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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唵嘛呢叭咪吽。山寺入目中，男人无量苦，一念长生情。